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胡聲教路啊，我係胡師傅啊。啱啱到貨4條米其林195/55R15嘅。咁呢4條呔咧係比較特別，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，佢係 XM2 加呢隻花紋嚟嘅，係一隻比較舊嘅花紋啊。當時係出 XM2，然後咧再改進之後係出 XM2 加呢隻花紋。咁呢隻花紋咧，主打一樣嘢就係襟毛，寧靜性一般，舒適性一般，因為佢呔肚啊，呢個呔肚呢個位啊，其實都硬嘅，係做厚咗嘅，所以佢舒適性都係一般嘅啫。佢主要係呢個花紋嘅設計同埋佢嘅用料係非常之襟毛嘅。之前好多車友用極，好似啲花紋都好似係幾深咁嘅啊，咁所以咧佢呢隻花紋主要係針對於15寸嘅一啲型號，16寸咧基本上都好少噶啦嚇，主打15寸啊，嗰啲150啊、195、205嗰啲花紋啊。咁我哋今次咧就有個車友訂咗4條翻嚟，咁呢4條係裝咩車嘅咧？就裝日產騏達啦。咁點解要講下呢台車咧？因為呢台日產騏達咧，佢係有做一部分嘅適量嘅升級，而車主覺得咧佢嗰個操控性啊，已經係冇咁好啦，即係佢嗰個傾側度啊，同埋有時轉彎急少少啊，都比較推頭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建議咧佢升級下米其林嘅呢一款輪胎。雖然呢款輪胎咧，佢嗰個主打唔係操控性，咁但係當然啦，呢隻型號就呢一款型號就得佢得揀啦，呢隻花紋只有得呢隻花紋啦。咁佢點樣實現適量嘅提升咧？咁首先咧，我哋係佢原裝係185嘅闊度嘅，咁我哋咧依家就升到195，每條呔多1厘米嘅接觸位啊，咁4條呔加埋咧都幾角嘅啊，其實嗰個高速嘅穩定性咧就會好好多。咁再嚟咧佢原裝騏達係185。65R15嘅，即係個扁平比啊係65高度嘅啊，扁平比。咁我哋轉成195R5咧，佢呢個呔肚位咧就薄身少少，佢喺轉彎嘅時候咧，佢嗰個呔肚嘅變形量咧就會少啲。咁所以咧喺穩定性同埋有時急速過彎嘅時候咧，佢嗰個操控性嘅提升咧就都會比較明顯嘅啊。咁所以咧今次就裝呢4條呔進行一個簡單嘅一個提升。OK， 咁啊，依家簡單介紹就咁多先，我哋馬上去安排施工去試車啊。咁下期有咩新嘅內容再同大家分享啦，拜拜。